大家平安。今仔日会讲到吼，即我顶礼拜甲咱讲，我要讲腓利门书，腓利门敢若一章啦俩。这是保罗所写的批第一章。伫这章内底，伊拢无讲神学，伊是讲伊甲遐会哥罗西会友腓利门的关系，伊要求腓利门做的代志。我今仔日的讲道吼，要分做两部分。头一部分是我腓利门，我徛伫腓利门的立场，讲我的代志互恁听。第二部分是我21世纪的基督徒对这项代志的看法。咱来参加分享上帝的话，咱来参加祈祷。特别上帝伫这个宗教改革纪念的主日，阮感谢你，有真济阮信仰的先辈留真好的脚迹。今仔日阮要参加对列书道腓利门来参加学习。阮恳求你通过伊的勇气，伊的顺服的勇气，互阮省察阮家己，互阮会愈正做你的囝子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我会借恁淡薄仔时间讲我的困难，互恁听。我知啦，恁袂当替我做啥物代志。总之，恁若用互我讲一个吼，我会较爽快啦。可能对我嘛有帮助啦。我的名叫做腓利门，我住伫哥罗西。我是一个不假成功的生意人。我有一间大间厝，有真济萝卜，也有努力。因为我的财富甲成就，我伫哥罗西是不假出名。我的家庭真美满，我有一个某，搁一个已经成人的囡仔。为着生理的关系，我常常去医务所，遐是阮的经济的中心。我伫一摆去医务所的时，拄着保罗先生，对伊，我听见耶稣基督的福音，接受伊做我的救主，我成做一个基督徒。对迄时开始，我真打拼追求，尽我所为，努力实行耶稣基督的教示。伫哥罗西，阮有一间教会，我伫教会内面服侍。我的负责人甲我的囡仔，嘛是拢基督徒。阮第一要爱互阮的家庭，成做用基督做主的家庭。是恁所讲的基督化的家庭，相信恁也知，要实行耶稣基督的教示，常常是讲较简单啦，真正要做实在是无容易。这也是我要对恁讲的困难。最近我有收到保罗先生的批，伊写一张个人的批互我接到是足欢喜的。伊伫罗马坐家，佫会想着我。接到伊批是毋是啥物无正常？伊真爱真后写批啦。所以阮迄个时阵也无邮件，也无 email， 所以一张批拢真久才会到。我是想说转来吼，好佳在阮迄阵也无 email， 阮迄阵若有 email 吼，保罗的批大概拢去用理条较济啊，因为伊伫批内底定咧骂人啦。我接到伊的批，当要甲恁讲伊的批甲我伊所要求的代志前，我爱先甲你讲，我所住的社会是安怎这张批对我变做真大的困扰。保罗的批拢对清安开始，这张批伊嘛是无理我，大声甲阮清安。伊学了我对耶稣基督的教会的热心甲忠实，我当然真欢喜，也真感谢伊的学了。
伊也提起我的家庭，互我的负责人甲囡仔拢真欢喜。总是过落去，伊所提起的代志吼，真正是互我头壳足疼的。我毋知恁知影，罗马帝国统治下，迄个罗马的代志，恁知影偌济？照我所知吼，顶边阮的户口簿查有讲，伫罗马帝国内面有6000万的奴隶。你会当想象，这款社会，遐奴隶若反抗、反叛的是真不得了的代志，对国家的安全有影响。所以罗马帝国定真严的法律，在约束这的奴隶。恁可能捌听到罗马人对奴隶足残忍的款待奴隶。有时迄款的，你敢若读你就会惊。总是我甲恁讲哦，遐代志拢有影，迄拢是事实。因真正安尼在控制这奴隶。当时，阮这有奴隶的人做头家的人，阮对奴隶袂使想好呢，因为若安尼吼真危险。我毋敢讲安尼，因安尼做是对啦。毋过伫阮大迄个社会，无安尼敢若袂使啊。但我有一个奴隶，伊的名叫做欧尼西姆。这欧尼西姆吼，我甲买来是伊无名呢。欧尼西姆我甲好的呢，伊真正是一个足好的奴隶，伊真听我的话，真互我启动。所以我甲号做欧尼西姆。欧尼西姆希腊文的意思就是真有路用的人啊，真有路用人。总是无拍算有一日吼，伊对我遐得走，毋若得走，佮偷摕我的钱。我互一个遮尔好的奴隶做这个代志，我真正心肝足疼的呢，足艰苦的。毋过我无法度。迄个时阵要找人嘛，无遐简单。我嘛毋知影走去佗。总是后来我知影，伊走去罗马。伊罗马时拄着保罗先生。保罗先生毋知影，伊是我的奴隶，也毋知我毋知。总是伊对保罗先生得到福音，伊真做基督徒。毋然安尼，伊留伫监狱内底服侍保罗。这项代志我嘛真感激啦。但保罗知影伊是我的奴隶，嘛知影，当然伊有对保罗认罪啦。伊偷走，佫甲我偷摕钱。但保罗爱伊倒转来我遮。这是无毋对啦，伊是我的奴隶嘛，伊倒转来我遮。问题是吼，伊要求的吼是真大代志，你知无？伊讲叫我着爱接受伊转来，毋是接受伊做奴隶转来，接受伊做兄弟呢。因为伊即马嘛是信耶稣。伫主的内面，阮是兄弟啊！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真大的课题，你敢知？阮的法律是奴隶偷走一定爱处罚，太假假搞嘛，若无大家拢要学啊！你叫我袂使甲伊处罚，佫接受伊做兄弟，我的生理会有可能毋免做呢。我嘛违反罗马帝国的法律，你知？这是真费气的代志呢。老实讲吼，保罗批内底写讲，伊本来要留欧尼西姆在伊的身躯边甲伊服侍，替我甲伊服侍。伊若安尼，我较简单呢。你甲叫伊转来，我颠倒费气呢。保罗，你若爱就互你啊，反正走遐久啊，对我也无差嘛。保
保罗人那卖叫伊转来，我都无这个问题啊，敢毋是？我会使，你若会了解我的困境，你若未了解我的困境啦，安尼好啦，我个另外伫这里啦。假使你有一个兄弟也是姊妹，住伫恁兜，啊你该 support， 啊有一日，伊对恁兜甲你偷摕钱，啊走去。啊！即马讲要佫转来，你要收哦。你若安尼想，你就知影我啊，这路咧呢，毋是兄弟姊妹呢。你想保罗要求敢无足过分呢？伊即款的要求实在是叫我对罗马帝国的法律，甲对阮的社会的风俗习惯，直接的挑战呢。因为我是基督徒，我若照保罗安尼做，我要甲遐毋是基督徒的人讲哦，伊就毋听，也是嘛听无啦。所以我若照保罗要求去做，我毋敢想象讲我过去生理要安怎做。因有可能会甲我断绝行李的关系，我要安怎？因有可能会讲我拍歹行情嘛，扰乱社会安宁。对我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以来，我拢尽我所有要照伊趁伊的教示，对待人、待人接物。有时我嘛真矛盾，我嘛知影无应该将人做奴隶安尼款待，我嘛知，袂使将人看作物件。我搁较知影是因为我嘛知影因是上帝的囝儿，总是我嘛袂当不管国家的法律、甲社会风俗习惯，这是真困难的代志，敢毋是？我知我袂使将保罗对我的要求看作真凊彩的代志，我完全信任伊的判断，伊的教示。总是伊即摆的要求吼，实在真困难呢。你想我着安怎？啊，第二部分，做一个21世纪的基督徒，咱看安怎看这样代志？当然，这是我伫遮甲咱大家分享，啊，这会当互恁检查爱想的代志。保罗对腓利门的要求，实在是咱今仔日所讲的 hot potato， 敢毋是？一粒 hot potato， 总是保罗的要求，因为听基督，真正伫基督的内底，无分奴隶，无分主人，无分犹太人，无分外邦人，这款的教示吼，保罗要求吼，是对每一个时代基督徒拢安尼要求，毋是干那对腓利门尔，每一个时代基督徒拢有因迄个时代的发不得到。咱嘛有啦。对保罗写腓利门的批来看，咱拄仔有听，即摆迄翻译了吼，台湾的翻译了真顺。恁拄仔听小丽咧读的是，恁应该迄个故事恁知影。伊真学了腓利门，学了伊做一个基督徒。伊大声伊学了伊的事工的表现，伊讲腓利门的疼心。啊！伊开放伊的厝，互人伫遐，伊的教会伫伊的厝，伫哥罗西教会伫伊的厝咧聚会。啊！伊佫讲，你的疼心，互我大欢喜、大安慰，因为圣徒的心对你得到激励。
巴克勒的翻译讲，圣徒的心对你得到安息，你的疼心，互教会内底人的心安息。所以，咱教会内底有几个人，咱有法度通互保罗安尼学咯。我做牧师，我想嘛无。我嘛真常常咧互受气啊！咱大家拢共款啊。保罗讲，伊的疼心，互圣徒的心得到安息。英语翻做 refreshed， 就是有迄 refreshed 要安怎讲？搁再定心安尼起来吼。伫实际中间佫有忙安尼，这是真悬的，互保罗学了呢。佫去保罗学了菲律宾的家庭生活，伊开放伊的厝，互人做礼拜。伊学了伊的负责人，讲伊的囝基布是伊的战友。战友是介三甲相待，毋是这个人相拍的，是伫耶稣基督福音的内底的好朋友。伊的囝是保罗的战友，这是真大的学了呢。总是保罗这张批吼，是要甲腓利门讲，除了教会，除了家庭以外。还佫有一个你的社会责任伫倒呀？做基督徒的社会责任。我想咱做基督徒要对教会热心，对家庭负责任，大半人拢做会到啦。总是将基督的疼甲公义，咱今仔日启应文米迦第6章讲到。行公义，心存怜悯，谦卑，甲上帝相三甲讲，要做安尼伫这个社会内底，这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。有时啊，就爱亲像腓利门，甲罗马帝国的法律，甲社会风俗习惯对冲。菲律宾这边批哦，有真侪人伫注解菲律宾批，有真侪人问一个问题，讲保罗是安怎无爱直接反对奴隶制度嘛？伊若安尼哦，起革命啦，换一句话来讲，就是起革命啦。为什么保罗毋规气反对奴隶制度？我想咱无人会晓应答这个代志啦。总是我同意有一寡圣经学者讲哦。假使咱若拢会当实行耶稣基督的教示，会当照保罗所予咱的基督徒的伦理的原则，若奴隶制度未发生，真济社会的公义原来未发生。我想保罗毋是毋知影，伊对菲利门的要求的严重性，我相信伊知。我相信伊也知，菲律宾若无条件赦免欧尼西姆，菲律宾有可能要面对真济挑战。当时的奴隶制度甲罗马所定的法律，伊拢总爱去考虑这个代志。这种行为需要勇气。历代基督徒。伫无相款的环境的内底，无相款的社会环境的内底，因若要实行基督的听，因拢会拄到这个代志。因甲咱同款，咱嘛是同款，咱住伫这个社会，咱若要真正实行基督的听，咱嘛爱迄款的勇气。什么勇气？顺服的勇气。今仔日我讲到的题目，顺服的勇气。什么是顺服的勇气？顺服的勇气吼，是
是需要甘愿牺牲的勇气啦，需要做一个无受人欢迎的人的勇气啦，需要敢做少数人的勇气。啊，个有时甘愿互平平信耶稣的基督徒讲咱毋是基督徒的勇气。今仔日10月30，明仔10月31，1517年10月31，宗教改革开始。今仔日是宗教改革的礼拜日。路顶马顶，伫迄门的顶头钉95条，咱知影即个代志。路顶马顶做这项代志了，审判的毋是政府呢，审判的是教会呢。为什么教会审判？异端啊！因无看伊做基督徒呢。路顶马，我敢若讲所捌讲路顶马真好运呢。伫伊的头前，伫伊的以前，有足侪人反对教会，讲教会讲做毋对，互人掠去烧呢，伊互烧无着呢。路顶马顶至少，互人认为讲这伊是一个神父，伊本身是牧师呢，互教会看作异端，这是我严重的代志。这毋免勇气哦，一定要勇气啦。搁较歪的，搁一个马丁路德庆州呢，这个人，咱拢要经过伊的活动60年代，台湾的新闻台湾的报纸拢讲伊是共产党呢。美国真侪基督徒嘛讲伊是扰乱社会的分子，伊家己嘛是牧师呢。真侪人讲伊毋是基督徒。咱的社会感谢上帝无奴隶的制度啦，啊，咱毋免去收一个偷摕钱，佮走倒转来奴隶。总是伫咱的社会内底，我拄仔讲真侪好不得到呢，真侪好不得到。伫咱的周围有妖哥，有环保，有难民，真侪人需要咱的帮衬，需要咱的关心。我知影，我今仔日这篇讲道未解决这个代志，总是认为这是咱的福不得到的。但为你们到底有照保罗的要求下面乌尼西姆啊无？圣经无写啦，总是照教会的传统。你若去 Google 去看拍Onesimus的名落去你都看会到。照教会的传统菲律宾有下面的，有照保罗安尼做，伊所受的压力。咱毋知，因为乌尼西姆到尾成做以弗所教的地区的教会的主教 bishop， 所以菲律宾有下面的，菲律宾做这款代志，需要相当大的勇气。我想伊嘛付相当大的代价啦。咱有哪需要这款勇气？总是伫逐个时代，咱大个时代有哪共款？遐个无要，我台湾话袂晓讲，我用华语讲无要随波逐流的人甚至有想要改革的人，大半拢互人迫害较济。有时咱无注意的中间，咱伫迫害遐人呢。大部分的人拢是顺应潮流，甚至有时出卖良心，是非不分。顶世纪有一个人类学家
或者 Margaret Mead， 这个是一个妇人人，可能是因为是妇人人哦，伊有观察到真趣味的代志。伊讲哦，伊有真特别的看法。伊讲哦，伊讲当美国的父母唔敢，也是无要甲伊的囡仔讲，伫咱兜咱无要安尼做，也是伫咱兜咱要安尼做。伊讲拄。美国的父母无要甲囡仔讲这两句话，咱兜无要做这个代志，啊，咱兜要做这个代志。换一句话来讲，无互囡仔真明的原则的时候，啊，反倒转来问囡仔讲，啊，恁迄班的小朋友拢安怎创 ？Margaret Mead 就讲吼，父母若安尼的时候，是啥人在带啥人。应该父母带囡仔，敢毋是？活倒转来问囡仔讲：啊，恁迄班啊，要互伊的囡仔较好过日，互伊囡仔甲人无共，甲人拢共款安尼。Margaret Mead就讲吼，那这个代志发生的时候，美国的价值观已经有真危险，这是真值得咱想的代志。我会记得我吼，国民校的时。我这记足清楚的，我可能捌讲互恁听。我真好讲球啦，哦！啊，阮迄班大家拢要招我讲球，这阵仔是足欢喜的呢，吼！有一个礼拜早起要招我讲球，我吼伫牧师的家庭，礼拜早起袂使去讲球，这我知影。毋过我在想讲吼，我真正要烦恼的，安尼看下，互我叫阮遐朋友讲，你来看，甲我招啦，吼，你来甲阮招啦，啊，我才甲恁来去。真正迄早起啊，过来朋友来，喂，张经理来打球安怎？你知影阮老爸安怎无？我去甲伊问啦，问讲人要来招我去讲球，我是要互阮老爸有压力啦，我这个囡仔来啊嘛吼。你知影阮老爸在因的面头前，迄支巴达拿起来，怎甲我喊落？你知？今仔日礼拜日你毋知着？老实讲，迄阵仔好讲一个，我是足唔愿的啦，老实讲足唔愿的。毋过，阮老爸互我知影，伫咱兜礼拜早起做礼拜，真明甲我讲。例如 ，Margaret Mead 就是在讲这啦。咱这个时代真侪什么妈宝，什么有诶无诶吼，甲这有关系，敢毋是？约书亚特别过身以前，伊甲以色列人讲，叫因都爱敬拜上帝，都爱服侍上帝，毋通去拜偶像。伊讲一句话真出名，约书亚24章15节，伊讲论到我甲我诶家族。阮要服侍耶和华，伊讲真明。例如，咱爱有迄个勇气啊。New York City 有一间 Riverside Church， 迄个创辦人已經過身去啊 ，Harry Emerson Fosdick， 伊安尼講，伊講吼，一支旗杆吼 ，flag post 吼，旗杆吼。用一支细支仔的旗杆哦，啊，可能歪歪的旗杆哦，顶头的旗啊，若吊着吼，是比一支足大颗佮足悬的旗杆吼，顶头旗啊吊唔着的较好。有影哦？伫咱人生的尾啊，咱活倒转去看，我这支旗杆可能歪高起出，也袂得啊，招细旗啊那点。我所挂的旗啊，是正确的旗啊。旗杆愈大旗，旗啊若吊唔着，愈绕开，敢毋是？愈绕开，敢毋是？这真通互咱反省的问题，敢毋是？我有创一两个 PowerPoint 吼。这是 Martin Luther King Jr. 讲的话，这是英语啦。我无要叫恁读英语，我有翻做中文啦吼。啊，嗰度迄张是中文。伊讲吼，
小胆的人拄到代志啦，拄到代志，小胆的人问讲啊，这有安全无？投机的问讲啊，这有啥物利益啦？好虚应的啦吼，问讲啊，这个代志我当做安尼会受欢迎啊袂？总是良心，伊用 conscience 良知吼，用这 conscience 说，这是毋是正确的代志？伊讲有时阵啊，咱爱考虑的毋是安全利益，还是有受欢迎啊无？是，咱有要顺应咱的良知去做正确的选择啊无？这是马丁路德金讲的话。伊是牧师，伊对美国军将讲演，伊用良知，用 conscience。总是因为伊是一个牧师，我相信伊的 conscience 甲上帝、甲耶稣基督有关系。7、8年前吼，蔡英文拄啊找陈建仁要做副总统的选举的，迄个时阵真侪人甲伊 interview。我会记得我迄阵啊听伊讲一个代志，伊是真虔诚的天主教徒，咱拢知影。伊讲因查某囝，就因2个查某囝中间的一个，伊咧做啥物工作我袂记得。伊即摆现在咧做的工作薪水较悬，总是伊要去一个服务社会服务的机构做的，薪水会较低啦。啊，当然啥人要去对薪水悬，走去薪水低。伊的查某囝伫遐有迄落，伊讲伊做老爸，伊甲伊查某囝讲。讲有时咱伫世间咧看代志，毋通看价钱，就看价值。真正是足水。我永远会记伊讲迄句话：普通人拢看价钱，若要做基督徒，要尽基督徒的社会责任。咱爱看价值，咱需要勇气。当我要甲恁讲我家己对这个代志的看法，我今仔日讲甲道理真大篇，我知影。我甲恁讲哦，我无拢，我原来为着利益，或者我原来拢会想这个代志啦。咱大家拢共款。而且我提安尼出来，我是要互咱看保罗对腓利门的要求。我拄好甲你分析，互恁听，是足严重的代志。总是腓利门有安尼做，伊真正有顺服的勇气，伊可能也付真大的代价。这是咱每一个人的模范，无一定咱拢有法度做，总是至少咱知影。爱考虑的问题，毋是考虑，有时啊，毋是安全利益，还是会受欢迎啊袂？是毋是？这是上帝的旨意，耶稣基督的教示，咱来先甲祈祷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互阮通过腓利门的所行所做，保罗先生真聪明，佮有智慧的指导，互阮看见阮的过去的先辈所留的脚迹。特别伫今仔日宗教改革的纪念日，阮会记得阮的前辈路德马丁，也是马丁路德金 Jr.， 这真侪阮会当尊敬的人，因的勇气，因的牺牲，为着你的国，甲你的义，因放下一切，甚至放下因的性命。阮感谢阮有遮尔好的前辈，也恳求你帮助阮，互阮伫行天路的路上，永远会有这款的勇气，欢喜也是一个对你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